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灵魂，也是一个家庭得以长久幸福的重要基础。最好的家风能够塑造家庭成员的性格，凝聚家庭的力量，并在代际传承中不断延续和升华。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，是每个人人生的起点。一个家庭是否幸福，往往取决于家人的相处之道。而一个良好的家风，不仅能让家人彼此珍视，还能培养下一代健康的心态与价值观。最好的家风并非复杂深奥，而是贯穿于日常的细节之中，如大事商量，小事原谅，不争对错，不翻旧账。在家庭中，大事商量是对彼此尊重的体现。无论是关于孩子的教育、长辈的养老，还是重大决策，家庭成员的共同参与与商议，能避免个人独断的弊端，同时也让每个人感受到被重视的归属感。这种尊重不仅仅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信任的表达。当家庭中的每个人都能参与决策，感受到彼此的理解与支持，家庭氛围自然更加和谐。小事原谅则是一种智慧。家庭生活中琐事繁多，难免会有误会与摩擦。如果在小事上斤斤计较，矛盾将无休无止，而选择原谅则能化解这些小摩擦。原谅并非软弱，而是一种包容的表现，是对家庭和谐的珍视。家人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外界的交往，它不需要一味追求完美，而是在理解和包容中找到平衡。小事原谅让家庭变得宽容，也让家人之间的感情更加深厚。家庭中最忌讳的是争对错。人与人之间观点和认知总会有差异，但家庭并不是一个需要争输赢的地方。家人之间的争执往往不是为了真理，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对。然而，这样的争执常常会让感情受损。家不是战场，没有必要争个你输我赢；家也不是棋盘，没有必要时时刻刻算计。家人之间的关系不需要逻辑上的胜利，而需要情感上的理解。当我们放下对错，注重感情时，家庭的氛围会更加温暖。不翻旧账也是家庭幸福的重要秘诀。每个人都会犯错，每段关系都会经历波折。如果总是拿过去的事情说事，家庭关系将难以进步。旧账的翻开，意味着过去的伤痛被再度揭开，这对任何一方都不是一种善意的行为。家庭中，彼此之间应多些宽容，少些计较，把注意力放在当下，珍惜眼前的一切。家是孩子的起点，是我们归来的方向。孩子的性格与价值观往往在家庭中初步形成，而成年后的我们也总会在外面的世界受到挫折、压力，需要家庭的温暖来治愈心灵。因此，家庭氛围对每个人的意义都不容忽视。一个温暖和谐的家庭，能够为孩子提供安全感和支持，也能为成年人提供精神的避风港。珍惜眼前人是建立良好家风的核心。今生成为一家人是一种莫大的缘分，来生未必还有机会再相遇。在日常生活中放下执念，珍惜彼此，不要让遗憾留下太多的空间。家人之间的感情需要用心经营，无论是父母与子女之间，还是夫妻之间，都需要多些理解与体谅。放下对完美的执念，接受彼此的不完美，才能在平凡的日子中找到幸福的真谛。家庭中的矛盾往往源于责任的转嫁和情绪的发泄，而最好的家风强调遇事不责备，不内耗。不责备是一种理性的选择。当问题出现时，责备只会激化矛盾，而寻找解决方法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态度。不内耗则是保护家庭关系的重要原则。家庭中的矛盾如果无法及时化解，可能会成为无形的压力，长期累积下来，不仅伤害感情，也影响每个人的心理健康。不慌不忙，不紧不慢，是一种生活的态度，也是家风的重要表现。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，家庭是每个人可以放松身心的地方。如果在家中也总是被催促和压迫，幸福感自然无从谈起。不慌不忙是对生活的尊重，也是对家人的体贴。生活中的事情虽多，但没有什么比家人之间的和睦更重要。最好的家风还在于互相鼓励，互相支持。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的梦想与追求，家人之间的支持和鼓励是他们追逐梦想的动力源泉。在人生的旅程中，家人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。当我们遇到挫折时，家人的鼓励让我们重拾信心；当我们取得成功时，家人的祝福让我们倍感欣慰。
这样的支持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，也让家庭更加紧密。家是温暖的港湾，是幸福的源泉。而家庭中最重要的是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。很多人习惯于对外界保持礼貌和耐心，却把自己的坏情绪带回家，对最亲近的人发泄。这样的行为长久下去会伤害家庭关系。把最好的情绪留给家人，是对彼此的尊重，也是对家庭幸福的保护。和睦的家庭氛围是一个家庭兴旺的根本所在。一个家庭的兴旺源于彼此的理解与支持。家人之间的相处需要在日常的小事中积累信任，在大事面前展现团结。家庭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，而是一个讲爱的地方。当我们用心经营家庭，把温暖传递给每一个成员时，家庭的力量将会超越一切困难。总而言之，最好的家风是一种无形的力量，它贯穿在生活的每个细节中，影响着家庭的每个成员。大事商量，小事原谅，不争对错，不翻旧账，珍惜眼前，互相支持，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。这些看似平凡的行为，构成了家庭幸福的基石。家是我们最初的起点，也是我们最终的归宿。愿每个家庭都能拥有这样的家风，让温暖与幸福代代相传。